第73日，我要放下過去，原諒每個人。療癒係放下過去，獲得解脫。每個人都經歷過災難同埋痛苦，而只有一個辦法令你從往事裏面走返出嚟，嗰個就學會寬恕。沒有寬恕就冇辦法放手讓往事過去。你會覺得被困住，人生再冇辦法前進，因為你仲係困住喺原地。依家嘅生活唔能夠撫慰你，因為你冇辦法活在當下。未來亦都差唔多係咁樣，因為你只係看到過去。喺現實中，過去就已經過去啦。喺你心裏面，過去都冇辦法結束。呢啲就係你依然活在痛苦之中嘅原因。喺你學會寬恕之前，你會持續將未來交俾過去。然而，寬恕令到你明白，真正嘅你同埋過去嘅經歷係無關。你嘅經歷唔係你嘅身份，往事或許會深深影響你，但唔會用嚟定義你呢個人。你對其他人做咗乜嘢，或者其他人對你做咗乜嘢，都唔係你個人故事嘅結局。當你能夠講出我嘅過去唔係我，或者我願意原諒我嘅過去，便可以開創新嘅未來。